一個國際捐助國會議星期四喺倫敦召開。呢次會議嘅目的係要籌集至少70億美元，作為給予被5年內戰影響嘅敘利亞人提供嘅人道主義資金。呢次會議由聯合國主導，與會各國政府、人道主義援助組織以及公民社會團體聚首一堂，討論點樣向逃往約旦、黎巴嫩、土耳其同埋其他地方嘅近500萬敘利亞人提供緊急幫助，並且建立一個長期戰略，幫助佢哋重建生活，包括教育與就業。此外，仲有成千上萬嘅其他人湧入歐洲尋求庇護。呢個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最大嘅難民危機。聯合國正路尋求另外12億美元，用於幫助受影響嘅國家制定應急計劃，處理大批難民問題。